有真人版娜美封号的28岁大马甜心歌手林明珍，来台打拼事业多年。今天25日上午在大安森林公园进行拍摄工作时，经传被蜜蜂刺伤的意外。有民众爆料，林明珍被刺到右脸都在痛，紧急送往国泰医院治疗。事后，林明珍所属种子音乐证实此事，指医生帮他伤口消毒，并让他服用抗过敏药物，施打破伤风针后，需再观察。据苹果报道，种子音乐表示，林明珍被蜜蜂刺伤当下，右半边脸剧痛，第一时间他大喊很痛，工作人员随后立即将他带到化妆室冲水，再紧急找附近诊所。岂料找了2间诊所都扑空，最后才赶往国泰医院就诊。医师帮林明珍伤口消毒，并给予服用抗过敏药物，还施打破伤风针。所幸目前没发现过敏的症状，建议林明珍再观察3天，看是否有后遗症。种子音乐对 TVBS 表示，林明珍就医完毕后状况得到控制，目前心情已平静下来，待拍摄工作完毕后就会返家休养。至于脸上伤势仅有红肿，没留下特别伤痕。